最尾個尾數呢個1011嗱，但係我就唔嘥時間撳計數機啊。點解我唔撳咧？喂，全部一樣，咁你撳嚟做咩？啊，其實佢咪就11啦。嗱，所以你要睇情況嘅，你唔係次次都100%有用。咁你見到喂呢個咪就係呢個咯。咁所以其實你唔使撳啊呢個，所以你幫你唔到。咁點算好啊？嗱，你睇個頭又係全部唔同嘅，11次方、12次方、13次方、14次方。嗱，今次你冇得撞㗎啦，細次方咁係咪最細嗰個啦？唔係咁解嘅。你唔好走去撞呢個，喂最細喎你話，我冇講係最細啊，我話2選1嘅情況底下，你撞細嘅啫。但係依家你4個啊嘛，4個選項，咁你冇得撞，咁點算好咧？嗱，你回歸翻我頭先講嘅技巧，個頭係11嚟啊嘛，擺明，喂呢個1011咪即係1011咪即係11咯。咁即係話其實我咪又係 highlight 翻最頭嘅最篤篤呢個數字。其實我只要數一數呢個數字係11啦、12、13定14咁就做完啦。其實就係咁嘅啫。嗱，如果你明白呢個技巧咧，佢雖然考啲變化好似好大，但係實際上做嚟做去都係咁做嘅，明唔明白？咁咧就係咁樣破解啲題目㗎啦。咁所以而家你只要數到呢一個位置就搞掂。咁我哋就數一數啦，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咁所以答案就係 boy，搞掂。